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联合报这份上届新的民调，台湾人对中国人的好感度，你来看，来到史上上悬的60%，其中有1成的民众认为中国人是和善、热情、佮亲切，这是甲台湾人对阿强的政府负面的印象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你看面顶这个台湾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观感反感的人嘛，60多%。另外，阁有一份的民调，讲这个蔡总统个人的声望比顶个月落降11个百分点，讲就是受到3马精美国猪的影响。总统蔡英文出席苏董奖表扬典礼，面是笑嘻嘻。因为最近受到美国猪肉议题影响，9月份的民调无理想。总统声望掉11个百分点，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事情。最新的调查报告，蔡英文的声望为顶个月65.8%到55.1%，总共落差不多11个百分点。我们的猪都不能吃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们老百姓要吃呢？那我养你这个死政府干什么呢？我想这老百姓一定是这样想的啊。开放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进口，今日民众无支持，和台湾民众反感的还佫有中共。中共政府最近一直用武力来挑战咱的底线。民调显示，讲台湾人对共产党的反感程度提悬到63.1%。联合报的最新民调内面，更有66%的台湾人对中国政府有无好的印象。不过矛盾的是，有6成的台湾人对中国人有好感。说老百姓可能对于共产党政府跟中国人之间还是有相当的区隔啦。就是他们真的 GNP 提高以后呢，也许慢慢的我们也知道说GNP 提高了以后，然后呢教养、文明等等这些东西是随着会提高的。无将中国人甲中国政府揽做伙讲，理性交流嘛替两岸人民增加温度。是讲看即马两岸的局势，看起来是特别风趣。